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伫圣的主日，咱搁通三甲主日伫圣殿做伙来敬拜上帝。伫敬拜当中，有时阵是毋是一首诗歌的歌词，或者是温柔的旋律，伊会深深来感动咱的心。咱伫今早起所要吟的这首诗歌，圣神，请你来充满我心。这是一位印尼的基督徒姊妹卡罗莱伊所创作。伊常常伫祈祷当中，主讲：主啊，我心真渴慕你，邀请你的圣神进入我的生命。这首诗歌已经被传唱20几年啊，伊的歌词被翻译做7种以上的语言。伫世界的各所在敬拜中，激励无数的基督徒渴慕圣神的临在。这时，我嘛要邀请所有的兄弟姊妹，咱嘛要对主讲：主啊，我渴慕，我邀请你的圣神充满我的生命，进入我的心。这是咱要做伙来吟这首圣神，请你来充满我心。
亲近你，独独较无听候你。我使阮有祈祷的灵，鼓励阮常常祈祷无累钱，就亲像葡萄树枝甲人伫葡萄树顶一样。阮也要感谢你拣选阮，互阮通真做你的囝儿，帮助阮伫达时刻甲人伫基督，让阮伫达所在会言行行大，通发出基督的芳气，超人敬虔的生活，彰显你的性格甲慈爱，搁使阮有健康富强的属灵生命，通真做你所欢喜的工人，愿同心伫你面前，安尼开声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所以，咱若要为着家庭甲生活来祈祷，请咱为着每一个家庭的成员、父母、夫妇、子囝儿时段的平安、健康、心灵的成长来祈祷，也恳求主保守咱伫工作、伫读册、伫生活中来活出好的基督见证。只是邀请每一个人，咱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的恩典，将家庭放伫阮的生命中，做阮互相相听、互相扶持的好所在。只是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恳求主亲自来眷顾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使阮的父母、夫妇、囝儿时代拢有平安甲健康。愿你的圣神时常同在，帮助每一个家庭成员灵命成长，拢有机会来认捌你，领受这份上天的恩典甲救赎。主啊，阮也要恳求你保守伫每一日，阮的工作、阮的读册，伫生活中，无论是伫厝内、伫公司、伫学校，或者是伫社区，愿通为你做光做盐，见证基督。恳求你建立阮每一个家庭，成做你所欢喜的家庭，全家大大细细拢爱敬畏你，专心行踏伫你的道路顶面。愿同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圣神，请你来充满我心。世到50几年，甲教会的宣教事工来祈祷，咱要为着感谢主，伊赏赐福强教会这49年来的恩典，求主继续祝福，咱行50几年，也为着咱的牧者、长职50几年的筹备委员、服侍团队、团契首长、区长、小组长，咱来祈祷。恳求主使用咱教会，成做这个社区的大祝福、大出口。咱做伙为着教会，说到50几年，整个
宣告时间，咱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40年前竞选你的奴仆甲工人，设立富强教会来成做阮今仔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这时，我要当心为着教会的事工，甲世教50几年来祈祷，恳求主彰显对富强教会的宣告异象甲计划，兴起中级团契首长、小组长、信徒来成做牧师、干事上好的同工。互阮通用祈祷，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参与教会牧区团队所推动的事工，也互侪伫无共款的这个事工顶面，通看见家己会当负担的责任，彼此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互整个教会发展行伫合主心意的道路。无论是伫教会的软体、硬体，拢通同心建造属灵的教会。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城市、社区祝福的大出口，传扬福音，扶持软弱，互人因为教会看见你真实的疼痛，愿当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接着，咱也要为着今早起的主日敬拜来祈祷，恳求主亲自临在，带领礼拜中每一位侍奉的同工。为着后事，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愿圣神开咱的心，互咱通听见主的声音，行伫主的道路，也恳求主的圣神临在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心上，保守带领咱伫今早起的主日礼拜、主日学、早经班，主的恩典满满，甲咱伫地，咱做伙开声来祈祷。感谢你赐下祈祷、敬拜、学乐的神运行伫富强教会，互敬拜充满上帝的荣耀同在，保守看顾今早起整个主日礼拜的停事一切顺遂，无论是伫交通指挥、接待人员、新朋友关怀、主日学、早经班、家备册网等等的事工，也恳求主保守夏牧师伫今早起所要分享传讲的信息，阮阁高满伫牧师。来成做侪兄弟姊妹的信仰，甲生活顶面的反省甲启示，也恳求主纪念伫阮当中，或者伫线顶甲阮做伙敬拜的朋友、会友，通领受阿爸爸你的听、你的灵，甲因三甲伫地同在，伫敬拜中通甲你相拄，生命来得到改变。我们将今早起的主日敬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主掌权。阮伫你的面前，安尼当心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伫圣经帖上农历甲真书5章16到19节，伊安尼讲：着常常喜乐，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踮伫基督耶稣恩恁的旨意，毋通拍花圣神，只是要邀请兄弟咱做伙起立。请你至少找3个你的厝边隔壁的会友，你甲伊请安，你对伊讲：爱常常喜乐，爱常常喜乐，爱常常喜乐。咱今仔日嘛有八角塔的副唱合唱团，咱来当甲伊拍招呼。上帝的启示，
心内的感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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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爱常常喜乐，阮主的喜乐，万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用来所听的旨，通消灭心内的感动。着爱有信心，希望才会成功。互相相听，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用来所听的旨，通消灭心内的感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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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消灭心内的感动。哈利路亚，爱常常喜乐，祈祷无线，咱的主有无限稳定甲听通，因为伊是好顶荣美的上主，主你是好顶荣美，咱要怎么来念？你是好顶荣美。耶稣，你是和平君王，耶稣，受死的愿望，伫我的心内，拢不断学了耶稣，我敬拜你。
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人的面前着点前恭敬，心肝着谦卑，承受真理，承受了一个大的慈悲，主上帝全能，伊温的无限，主上帝只个伊属乎咱，永远的天父，上帝是强，伊相思相交，替咱献生命，求主来保卫世人的罪，传主的福音，感情咱着罪，一切恶落主，因哈利路亚，全心奉塞主，明日拢无恙，全能的君王，上帝是伊，咱着顺服伊，给我命福气，主的你满意，心满人类，咱着紧发挥，同享受恩惠，心都入天堂，地愿更欢喜，正情亲像伊，当我乐因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上帝，阮的主，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遮个受恩的囝儿有福分，伫即个早起时，同心自执来敬拜你。阮同心敬拜，是因为你至大、至恩典无比的疼。阮同心自执，是因为阮要领受你恩典祝福伫阮的中间。阮同心自执，是因为阮袂禁得爱献上满满的感恩而乐，因为上帝你听阮，收拾一切万物伫阮中间。主啊，愿阮伫早起自执的敬拜，阮口唱心和，同心有份，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启示阮，来引带阮，也来祝福伫阮中间。愿你的听，甲阮三甲伫地，愿礼拜归荣光伫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请咱一元徛底，咱来念，咱做伙来纪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天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入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
启应，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13篇，诗篇第42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吟。上帝啊，我的心迫切寻慕你。我的心喙焦寻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暝日用目屎准饭吞。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对念即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着仰望上帝，我遥久要称赞伊。这是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感谢学乐你的名。你是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宰，你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你嘛是赐恩典、医治、甲怜悯的主。你看到所有的一切学乐，天顶地下拢要传扬你的名。阮也要高举你的圣名，尊重你的旨意，永远学乐你的名。主啊，求你赦免阮生命当中所犯的罪过。伫生活当中，阮时常袂去记你的教示。求你搁一摆提醒阮，互阮会当明白你伫阮生命当中的旨意。嘛，除去阮心中骄傲的灵，互阮学习用谦卑的心，用诚实的心灵来服侍你。亲爱的主上帝，你是万项好事好美的源头。感谢你祝福富强教会伫过去所有的恩典，互阮经历着你满足的丰盛，也互阮今仔日会当伫遮来敬拜你、服侍你。总是阮的生命当中有侪侪软弱，求主着加添互阮教野的信心甲气力。我靠你的恩典，补助阮一切欠缺，互阮会当面对所有的困难，嘛学习顺服、交托，甲对主的仰望，互富强教会伫准备50周年的即个过程中，会当有合一的心。嘛，兴起搁较侪同工甲门徒，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阮也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透过牧师的讲道，互阮搁较认捌你、亲近你，嘛，互阮的生命搁较丰盛。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愿主这的家的地，愿主这的家的地，愿主这的家的地，愿主这的家的地。享受上帝的话，
今仔日的圣经有2位，第一位伫诗篇23篇第4节到第6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腿、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听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之爱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41章39节到43节。埃及王对约瑟讲：上帝已经将即个代志拢指示你，可见无人亲像你遮尔聪明有智慧。你通管理我的朝廷，我的人民拢着服从你，互你管理。只有坐伫王位的我，比你较大。埃及王阁甲约瑟讲：我派你管理埃及全地。埃及王就将伊做印鉴的手指绑起来，挂伫约瑟的枕头仔，互甲伊穿幼麻布的衫，将金华兰挂伫伊的鞍辇。王阁互约瑟坐伫朝廷的第2号车，开道的叫讲闪开。安尼，埃及王派约瑟管理埃及全地。愿上帝赐予听甲行伊话语的人。献诗，咱请八角塔古城合唱团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有2首，第1首是《主踮伫心内无惊吓自在》，第2首是《主牵我手同行》。献诗了后，咱请合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牧师所要讲道的主题是约瑟的梦，梦的光。
血让我得以洁净，主宝血让我重获自由。我在主面前敬拜的这时刻，愿将我所有都献给我的主。主双手为我罪被撕裂，主双脚为我罪被钉十架。如今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了我的恩主而活。在奔跑天国的路程中，哦，主牵我手，引领我脚步。我要与主同死，也要与主同活着，永远为了我主而活。在奔跑天国的路程中，哦，主牵我手，引领我脚步。我要与主同死，也要与主同活着，永远为了我主而活，为主而活。主双手为我罪被撕裂，主双脚为我罪被钉十架。如今我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了我的恩主而活。在奔跑天国的路程中，哦，主牵我手，引领我脚步。我要与主同死，也要与主同活着，永远为了我主而活。在奔跑天国的路程中，哦，主牵我手，引领我脚步。我要与主同死，也要与主同活着，永远为了我主而活。我要为主而活，永远为主而咱真多谢府城咱的八角头府城合奏团伫咱中间来献诗，咱个人抱一声，甲因个鼓励，多谢上，来，学了上帝，感谢主。八角头府城合奏团伫2022年，就是3年前成立的，但是因的原团就是伫2011年伫北部就成立伫3-4年前伫咱台南咱是台南嘛是一个合唱真兴盛的城市所以因伫即个所在组织事实咱今日看见来遮献诗的同工兄，这拢是各教会的精英啦兼且伊礼拜日阮真侪同工拢伫家己的教会服侍，所以今日来伴团咱要伫9月初3
礼拜三暗时，咱伫咱文化中心因一个专团，要伫文化中心来举行一个年度的演唱会。因拢有真水、真好的服饰。咱知影，虽然是合唱团，事实嘛是一个宣教传福音的单位。咱搁一遍抱声感谢，多谢，多谢，多谢。咱多谢李建日老师哈，指挥李建日老师。咱伫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你的听伫阮中间。主啊，阮要学习对圣经主你的话来领受你美好的教示，也阮知影有你的同在，阮要充满着快乐、信心甲仰望。愿主你的听伫阮中间，赏赐你的恩典，甲阮三甲伫地，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伫进前，咱三甲有学习一个主题，哈，这个主题就是讲带来恩典的梦想。咱有一个系列三甲来学习。今仔日咱要三甲分享第5个阶段。第5个阶段就是咱要通过约瑟的故事，搁一来领受迄个仰望、迄个信心，也是迄个梦想，伫咱的生命中间，特别受上帝同在的快乐。咱要安怎行过最多的征战，行过最多的苦难，行过最多咱看做无可能的事，要互伊得到成就。咱小等下，咱过来复习圣经站吼。咱三甲学习的这个主题，约瑟的梦。这个梦带来互约瑟一个生命全然的无同款甲改变，也因为伊伫伊的一生的中间，因为对这个梦有信心，对这个梦有应允，对上帝来的应允，所以伊就行过最多无可能的这个灾难，来领受上帝至大宝贝的祝福。咱若是要用数字啦吼，用数字来讲起约瑟的一生，咱安尼加真紧来掌握到约瑟伊一个生命的数字密码吼。这个数字密码就是安怎呢？约瑟有拄到6个梦境，6个梦，伊家己还佫别人，伊拄到4件的灾难，但上帝予伊2个大成就。若佫加上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呢？约瑟是伊雅各12个囝儿中间的一个，所以2×4=62安尼吼。这会当帮助咱对旧约创世纪长长的约瑟的故事，通抓到迄个重要的一个数字的迄个密码就对。这个故事，互咱看见上帝，互咱迄个属灵的应允甲快乐是何等的大。约瑟伊家己亲自来做这个见证。第一就是约瑟伫伊心内带了迄个梦的种子啦。可检测是一个少年囡仔的梦，但是有人想讲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梦的就过啊咧。但是约瑟无甲看做安尼，伊感觉这个是上帝予伊的。但是也因为伊持守这个梦，伊就经历到人生生命真多死荫的山谷。所以真有意思，就是讲人的仰望也常常带来挑战。你若讲卖梦，都敢卖，逐项拢卖，都平平顺顺，有可能你都毋免拄着遐困境。也因为安尼，咱看见这个故事，互咱真多的体会甲学习啦吼。奥地利一个出名的精神医学家叫做弗兰克。这个弗兰克博士吼，伊是伫二次大战关伫集中营内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600万中间的一个，但是伊好佳在无受屠杀。伊经历遐人生的经历了后，伊战后会当阁重新恢复自由。伊就将伊人生的经历
写出一本真出名精神医学的册，叫做《活出意义》啦吼，《活出意义》。啊，这个法兰克福博士啦，捌读过心理学，也是讲研究过精神医学的人，拢知影这个人。啊，伊家己体会到迄个人生的无常，拄着最的灾难，你无法度人去避免的时阵，你要安怎面对遐个？啊，所以伊有一个这本册结论讲，放弃愿望的人，伊讲伫集中营内底，真早就是因为你身心俱疲来死。伊是讲你都无任何的期待啊，甲愿望吼，你外用的身体真紧就烂落去啊。但是伊有经历着讲，最后因为无放弃有愿望的人就活落来。因为差伫遮，无管你是偌少年偌老，无论是偌勇，伊讲有愿望的人才有法度通留落来，有愿望的人才留会落来。但约瑟的故事，互咱看见这个研究。约瑟伫雅各的12个囝儿中间吼，受上帝的疼。安尼看起来是人生真欢喜的事，真幸福的事，敢毋是？啊，无拍算，互人疼嘛有代志啊。你老爸疼嘛有代志，因为兄弟姊妹中间疼倒一个，啊，别个都有怨妒。啊，所以有迄个彩色的衫通好穿。伫犹太人的即个环境背景中间，是表示讲老爸已经第一要互即个接班啦。哦，有穿彩色的衫，因为古早迄个时代有彩色的衫，迄个足高贵的，足困难得到的。安尼也无要紧，上帝阁赐因两个有足明确信息的梦。啊，因为即个故事真侪人拢知，牧师就无一直来详细讲。但是约瑟讲这个梦了后，伊这个兄哥实在是挡袂了，听袂落，因为有真明确的信息的梦境。约瑟伊心内这个种子，这个梦的种子伫咧，也毋过上帝却是予伊用这个来行一个磨练成长的路。所以，这个兄弟吼，这个兄哥，毋是敢若单纯怨叹约瑟，啊，埋怨伊的老爸特别疼这个细汉的囝小弟，是因为犹阁伊嫉妒约瑟的梦，是讲明明安尼12个兄弟是安那甲你做这个梦，啊，这个梦讲，佮叫阮都爱拜你安尼，啊，所以。因为兄哥看到约瑟摕物件来这个旷野故乡的所在，要来互因食的时阵，因讲一句话，讲你看，迄个做梦的来啊！你看，表示讲连小弟的名拢无爱叫啊！迄个做梦的，啊，就是有轻视、毋愿、怨妒，讲来，咱将因抬死，将伊抬死，看看伊的梦要安怎？意思讲，这个梦会当互伊无成就，就是互伊死啊！啊，这是一般的人伫嫉妒所产生起来的羞愤，迄个羞愤就会引起人迄个杀机啊，迄个杀机就是无爱互迄个梦成就。是安那梦无伫我身上，是伫伊身上，甲伊杀死就无梦啊。所以带食物来的约瑟，互兄哥将伊的彩色的衫脱起来，甲伊等落伫一个深窟的内底，一个无水的深窟的内底。啊，他这个兄哥真欢喜，伫遐食饭，啊，伫遐啼笑，即个约瑟伊的梦袂通搁再实现啊。咱若个受即个时阵，旷野毋是一个安尼，逐项拢有物件有诶所在，无通食无水，所以约瑟互人等伫迄个孤井内底。那假使这个兄哥食完这个食物，就离婚，这羊群离开啊，伊可能就要消失伫这个旷野。这是第一个灾难，等伫迄个荒郊野外的孤井内底。伫这绝望的时刻，约瑟
会当胜过一切苦难，是伊心中迄个梦的种子。上帝既然互即个梦，谁让伊今日拄着即个境遇，伊袂互即个境遇拍倒，是迄个梦的火热的种子要伫伊心中。所以虽然伊伫古井内底，犹原想着上帝所赐即个梦，也因安尼，迄个苦难开始咧转变。伊的兄哥，即个犹大，拄好有迄个要去埃及做生意的以实玛利的生意人。较早咱知影讲，哇！咧做生意拢爱经过遐相对爱经过足远的路途吼。咱定听看到中国的历史，讲有迄丝路对无？丝路就是一群毋惊死的人，咱经过遐空郊野外，会当将宝贵的物对遮换到迄边。当时伫迦南地嘛有一群生意人，因通往到埃及即个即个富裕的国家，伊个所在来交换侪的物物。毋像现在交通遐尔方便，拄好上帝开始运转，互伊的兄哥犹大提出一个建议，毋甘互伊等伫孤井内底死，啊若有甲袂去埃及，安尼代志解决啦，还阁无害死小弟的命，所以讲，咱不如吼，甲伊卖互以实玛利人啦，毋通下手害伊。因为伊是咱的兄弟，是咱的骨肉。伫迄个危机的中间，兄哥犹大的一句建议，互伊的性命暂时伫着保留。但是伊进入到第二个灾难，是互人卖去埃及做奴隶，卖去埃及做奴隶。所以兄弟姊妹，咱不得不讲吼，这是出于上帝安排甲计划啦。约瑟卖去到埃及。因为约瑟所接受上帝所予伊的梦想，所以上帝兴起这个环境，甲约瑟送到埃及。咱会当想象讲，约瑟当时的心情，你拢想讲哇，伊的梦吼啊遐明确，亲像在放电影啊，伊拢知后摆要安怎发生，安尼就简单啊咧。这个时约瑟的确会想啦吼，是这状况甲上帝予伊的梦都完全相反咧。后迄个稻果对我拜，青对我拜，我今日互人等伫孤井内底，起码佫互人要甲卖去做埃及做奴隶。当时的奴隶就亲像一只精生共款，一只牛，因为拢完全无家己的人权甲权利。所以，当上帝所予伊的梦想是往反方向来进行的时阵，约瑟的确嘛是足歹接受的，检查伊会想讲啊，上帝你敢真正有影，还是我黑白想的？上帝你敢真正要我的？是我这个梦是真正上帝吗？是安怎我陷入伫这个状况？所以伫关键的时阵，人的信心梦就开始产生影响。当咱无甲咱的焦点放伫迄个不安的环境。头前咱有不安，眼前有不安，但是咱仰望上帝，互咱的心内迄个梦想的种子，无论环境偌黑暗，相信仰望的种子已经压落来的事，就会成就。这是约瑟所经过的第一关。第二，约瑟伊放着仰望甲火的光，就是仰望的火甲光伫伊心中。虽然约瑟伫挫折甲绝望的环境内底，但是因为之前上帝已经通过两个梦，将仰望的种子压伫伊的心内，所以约瑟才有环境更较困难，迄个仰望会不嘅的仰望。伫迄个深深的绝境内底，约瑟无伫遐来吐气，讲家己的命运，就互伊的岁月伫遐消失去，来挫折，来退后。仰望带有引发人生的强大的快乐，意思你有仰望，你的心就袂伫遐受拍倒。所以毋只讲是约瑟啦，真侪人拢因为仰望来活出新的人生。同款伫即个二次大战，即个犹太人受
关伫集中营的故事。有一个犹太的拉比，有哪互关伫集中营。伊细汉的时阵，即个雨果若林吼，伫二次大战，伫关的中间受尽各种的苦难，好佳在性命留落来。战后伫德国有一个叫做《早晨》的杂志吼，就刊载伊迄个集中营的经历啦吼。这是即个犹太拉比叫做雨果格林吼。伊讲伫1944年，民国33年的一个足寒的冬天的暗时，因互关伫集中营内底，伊的老爸，伊讲我甲伊几个朋友，因偷偷自集伫大楼的一个角落。伊老爸讲，突然间对伊的迄个行程吼提出一块灰仔的碗，搁一块小小的奶油啦吼。即个奶油吼是伫集中营内底，当时战争的时阵足困难摕到的啦，连遐守卫啊嘛摕袂到。毋过即个老爸竟然甲即块奶油放伫伊的身躯，藏伫内底。伊安怎呢？甲即个奶油放伫迄个碗顶悬。咱知影迄个奶油吼，若有即个定心，甲放入去，点着火，伊就会倒咧。到底？即个雨果个人想讲，我老爸是咧创啥？迄奶油是遐尼珍贵啊！是安那伊甲点火要创啥？伊就抗议讲无菜啦，浪费。迄个较贵重的迄奶油吼，你起来点火，伊迄奶油对咱身躯的油脂是足重要的。但是伊的老爸招遮个伫伊边仔的人偷偷讲，迄小小的火，因咧知影伫集中营，你点火迄就不得了啊！是小小一把火，较看。互大家有看到那点，伊讲，咱吼若无食饭，无饭通食，会当活3礼拜。意思讲，你拢无食饭哦，会当冻3礼拜。以前伫集中营的时阵，咱4天拢无水通啉，虽然足喙焦，足冻袂牢，但是嘛是活落来。但是老爸讲，人若失去欲望，连1点钟都活袂落。失去欲望，1点钟就活袂落，因为你的心智完全丧失去啊。所以伊甲伊边仔遮人讲，点到即个奶油是要甲恁讲，虽然咱陷落伫绝望的集中营内底，但是上帝透过即个碗内底点到迄欲望的火，伊甲咱同在。即后尾用足多心思咧甲遮个人讲。有即拍火，咱就会活。若无欲望，性命就无去。所以，即个雨果格林的结论是啥物？伊讲面对苦难的人，上需要的，竟然是勇敢梦想的欲望啦。因为放伫你心内，伫你心板顶悬的欲望，即两字是克服逆境甲苦难的困难。这是即个雨果格林后来活落来，伊写的记录，伊的报告。主耶稣基督嘛是伫绝望中来死，但是伫欲望中来活的典范。咱整个所有的故事，就是集中伫咱的主，咱的主伫完全无欲望的中间，互人定死伫十字架。但是伫欲望的中间，伊来告我。咱基督徒信主，就是抓着即个绝对的欲望的困难。基督徒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是咱放伫绝望的中间，伫你的生活中，伫你的人生的经历内底，无论你是咧读册，无论你是进入职场，还是伫你的家庭，多的困难，多的挑战。但是，当咱伫即个绝望的深渊内底，咱会记得有耶稣基督欲望的告我放伫咱心内，咱迄个欲望的亮光。迄个欲望的火就袂消失，所以咱人讲对这个角度来看，基督的信仰的精髓就是对世界的死到国外的欲望，就是伫寒冷的冬天，虽然来啊，但是你知影春天就要到，天寒地冻，大地结冰，无一时啊春天的气息。但是咱拢知，无偌久，春天的欲望就伫咱中间，因为到时经济就会
布艺开花甲结籽。所以基督徒甲一般的人上大一个确据，也是讲咱有一个倚靠，就是耶稣基督过我的开力，要伫你的生命逐个阶段，你拄着困难的时阵，耶稣基督过我的开力，会当互你扛着永远的愿望。20世纪，日本一个圣徒叫做河川丰彦吼，伊出世伫庄卡啦，15岁阵来到东京，日时伫印刷厂伫遐咧摒扫兼做杂工，暗时伫夜校咧读册安尼。伊努力为着将来来打拼，但是21岁时面临着迄个绝望。一个少年囡仔，无啥物背景，来到东京要打拼，无拍算。伊伫21岁时就拄着人生上大的绝望。这是咱顶一辈吼，咱比我较年纪较大的顶一辈对日本教会足熟悉的人，拢知影即个河川丰彦。因为即个河川丰彦伫21岁时突然间气病，咱知影迄个时代吼，气病就是有点宣布你是绝症呢。哇！严重吐血到病院，医生讲伊的病已经无法度通救啊啦。伊非常灰心，对人的角度来讲，已经进入绝境。伊倒伫床顶，想讲反正无通活落去，愿望不如家己了断啦吼，毋通麻烦别人安尼。我想一般的人拄着绝望的时阵，即款念头就出来啊。但是伊伫几年前有伫宣教书也听到福音。当时嘛接受主耶稣呢，所以当伊决定要家己解决家己的生命的时阵，有一个责备的声对伊讲：，伊讲当耶稣互众人甲门徒陪伴，面临足严酷的苦难的时阵，主耶稣敢捌想过自杀？伊家己安尼想哦。耶稣就算伫背十字架的时阵，伊嘛一心仰望着过我的愿望。无陷入绝望内底，任何的挫折甲绝望，毋捌互伊放弃过。哇！伫伊家己上界绝望的时阵，突然间宣教师互伊的话，伫伊心中成做一粒种子。这时阵，河川丰彦醒悟起来，伊家己讲：我既然我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那安尼过我的愿望应该嘛是伫我内底啊。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过我，所以我爱甲绝望甲单掉。目睭紧紧注意看到过我要重新开始。所以因为安尼，伊的病症伫医生来看是无效，但是因为伊心智改变，伊做决定，伊就把伊的行李放伫一只塞车内底。伊想讲吼，我不管如何，我要活的世间，我爱阁继续为主做工。所以就到新河吼，伫日本的新河附近有一个贫民窟的所在。伫遐有做妓女的啦，有酒鬼啦，有罪犯，但是伊竟然一个有病的身体，对遮的人传愿望的福音。伊甲遮的社会上界绝望的人讲，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陷入即款的绝望、愿望的种子，嘛是会伫你的心中开花结籽。所以恁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伊面对家己的疾病，又愿充满着迄个愿望传福音。所以呢，当伊即个时阵，伊体内迄个气劳、迄个病，因为互伊安尼完全毋惊有愿望，所以甲迄个气病甲压制落来。后来即个河川丰彦活长退休咧，所以伊伫贫民窟内底传福音。结出侪侪福音的果子，到今仔日犹原互众人所纪念。我记10几年前，我伫高雄的时阵，迄阵高雄中会有甲台版迄边的教会，台版新河迄个地区啦的教会建立姊妹中会，所以我有一遍，甲阮的同工做伙去访问遮，迄个。台版迄边的中会，甲阮安排去参观即间河川丰彦的纪念教会，就看见因所讲的遮个故事。迄个所在现在拢有转型做社会服务对社会服务的工作做得真好。
这位河川空间伫伊进入贫民窟的进程，伊伫伊的日记安尼写，因为安尼写讲，我河川空间已经死啊，今后我要过着新的生活，我是超越死亡线。有一本册叫做《超越死亡线》，我要活出国外的生命。现实袂？境遇伫河川空间顶面是绝望的，是无路用的，是破病，是无前途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望的福音整治伫伊心中，伊完全无顾着家己是一个要死的生命，颠倒去传福音，然后建立一个真水、真美好的见证。现在日本的教会来称呼做圣人，就表示讲，伊毋是普通的一个有成就的这个领袖啦，是当作圣人的阶级安尼。第三，甲约瑟共犯咱的上帝。约瑟并毋是家己行这个死命的山谷，上帝无甲约瑟放咧。约瑟一个到埃及，就卖互这个波提法迄个护卫长，就是等于是埃及王的卫戍首长就对啦，专门咧护卫这个国王的法老的，伫迄所在做奴隶。咱这个故事嘛拢真熟。咱知影约瑟伫埃及做奴隶，虽然伊无看到上帝，但是上帝确实甲伊同在。互伊圣经记载讲，互伊手中所办的事一尽拢顺利，有上帝同在，约瑟无往不利。所以第二个灾难到啊，讲起来是无往不利，应该是愈来愈好才对咧。但是上帝约瑟伫埃及做10冬的奴隶，就是为着要磨练伊。咱知影较早咱也无遐坐机器的时阵在做年糕啦也是咧磨钱有无？咱拢爱伫遐蒸爱剁，一直剁愈剁愈绵，愈剁愈黏安尼。咱若捌去原住民的迄个部落参观伊拢会招咱用拿迄锤来蒸迄个麻糍安尼。约瑟就是亲像安尼，亲像做肥仔的人，在磨遐土，互伊足光骨，通好做水的灰器。约瑟伫主人波提法的厝，煞竟然互伊的头家娘陷害，落入伫监狱内底。迄种陷害毋是小可罪呢，因为欺负伊的祖庙，迄是死罪，特别是做奴隶，都无啥物理由就对啦。你我现在今日伫台湾这个所在，若拄着Me Too的代志，你看偌严重？迄出名的人随像落落去伫陷坑内底呢，佮何况迄阵是一个奴隶咧，伊的祖庙陷害伊，奴隶竟然无受处死，因为上帝介入，约瑟得到保命。关伫监狱内底，无随处死啦。咱知影，关入监狱是歹事啊，但是好不容易命留咧啦。也毋过，这个波提法是法老的侍卫长，所以伊咧管理监狱遐个官拢是这个国王遐个大官，就是犯过。国王讲这个掠去关，拢是遐有地位的人就对啦。所以约瑟虽然是关伫监狱，毋过伊接触到的却是法老遮个贵族的囚犯。嘛伊就安尼会通接受到遮个甲法老足亲近的人，咱知影伊拄着即个酒政，佮迄个伫专门为着法老准备每一顿的啦。所以，因为约瑟伊无放弃迄个梦想，持续伫伊的心内。伊知影讲有一天5万的种子会补芽，亲像冬天过去，大地的种子就会伫春天发芽。像主耶稣基督，伊成做咱的救主，伊就克服死亡，开出国外的花。所以耶稣所属迄个国外的种子，伫任何环境中拢会当得到补芽。根据传说啦，讲伫英国的探险家，伊要去到埃及去金字塔内底去探险，奇怪，
发现到迄个头网内底有迄种经济伫内底，啊，甲检查起来讲，迄是3000年前的经济啦。迄头网内底的经济3000年，因为毋是100年呢，200年是3000年，所以因遮的探险家是讲，哎呀，即款经济应该早就失去生命啦。虽然伊伫迄足干燥的沙漠啊，受到保存啦吼，但是在英国人足有迄个实验的精神啦。因等去到英国的时候，竟然甲遐经济甲栽落去土里内底。3000年前的经济，竟然开出花，开出足水的花。啊，所以因为着要纪念即个花，因着用着瑞典的一个植物学家叫做安德斯大理，啊，改号名叫大理花。毋知咱兄弟捌看过无？即种叫做大理花，是即个植物学家用即个大理花来纪念，就是3000年前伫金字塔内底经济。它这什么意思呢？经济竟然会当放3000担，还佫有生命力，会当开花。你就知影讲，咱接受主耶稣基督活命伫咱的心内。3000年前的经济会开花，耶稣基督活命的经济就要伫咱心中开出兴旺活命丰盛的花。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即个梦想开花有结果。诗篇23篇50讲：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互我杯满出来。这是约瑟心中所发生的事。但咱知影。后来因为约瑟有甲即个善长甲纠正来解破伊的梦，伊拄着毋是随恢复伊的自由呢，伊佫拄着第三个灾难。这灾难就是因为伊互即个纠正甲袂记的。啊，当时甲解梦爱伊重新得到自由哦，欢喜甲懊恼甲感谢伊啦。啊，一个等去恢复原职了，煞甲。约瑟佫袂记了，佫互伊加关2冬。但是人生的命运是看时间问题，时机成熟的时阵，约瑟的梦就开花结籽。所以兄弟姊妹，明白上帝的梦甲计划，咱就无惊临到伫咱面前的苦难。咱只有拼空家己，透过家己所面临的环境。来实现上帝所赐的梦想，将家己交托给上帝。有像犹太人伫当时伫关伫集中营的时阵，实在是到山穷水尽，要互人处决的时刻。但是伊伫集中营迄个壁内底，犹原阁写一首诗啦。首诗互人看出迄个有愿望的人，就是失去生命，伊犹原有愿望。首诗是安尼写讲。就是现在无有日光来照我，我犹原相信日头存在。就是现在无法度能感受一时啊痛，我犹原相信痛存在。现在就是现在伫伊无言以对，我犹原相信伫静谧的后壁面，上帝犹原存在。犹太人已经面临着死亡的陷阱。总是犹原相信太阳的存在，相信痛的存在，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要安怎伫这个世间，共款你我，拢会面临着，无论你有信主无信主，拢会面临着人生的苦难挑战。基督徒所以无需要相信你，咱有大乐十字架，各我的经济。基督徒的信仰沿线十字架甲各我。因为耶稣已经为了死亡甲救我的经济，伊成做这个经济。所以虽然待伫死亡内底，只要经过死亡，就要经过救我。兄弟姊妹，美国有一位诗人叫做惠提尔这惠提尔呢，伊讲一句话，伊讲云彩的后壁面有星的光，日光穿透这个电荷来照耀。万米疼万米的上帝为万米留了愿望，这是一个诗人所写的。另外一个立志的作家路德瑞伊安尼讲：千万毋通惊
阴影。伊是讲伫无远的所在有光，咱知影有影就是有光才有影，啊若无影就无光啊。啊，所以伊用即个话真做咱会鼓励，兄弟姊妹，咱要互相勉励。你我年纪无一定相像，人生的经历无一定相像，但是咱拢有可能拄着人生的挫折、绝望，甚至无路通行。但是世界是由怀有梦想的人所吸引。咱若真做上帝梦想，互主的梦想，甲咱抓着，这个世间就困难甲咱阻挡。因为咱的人生会由上帝迄个互梦成就的能力来掌管。世上任何事就袂当阻挡咱，因为咱的人生是上帝，互迄个梦成就的开力所掌管。世上任何事，任何的事就袂搁再阻挡咱。兄弟姊妹，你有拄着人生的挫折无？什么款的绝望会比约瑟搁较严重？约瑟所拄着这4个灾难，咱其中一项咱就挡袂牢啊。但是因为有5万的种子伫个心中，伊一关搁过一关，因为伊知影上帝要亲自甲伊成就。上帝是有得立你的上帝，上帝是凡事伫伊的手中掌管的上帝。愿咱兄弟姊妹，你会当通过这个信息来领受到一个5万的开力。有时咱伫病痛中，有时咱伫工作的变化中，有时咱伫家庭的困难中间，甚至咱可能人生有拄着遐尼侪绝望的事。约瑟的故事，5万的光，5万的火，是上帝所掌管的。咱要三个来吟首圣诗，来回应主的恩典。圣诗184首。时间的关系，咱要吟第1节甲第4节，咱要做伙来祈祷。咱坐咧吟就好，第1节甲第4节。上帝听堂内为亚光，欢喜喜乐互我，敬我比比小看。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亲情我可为伫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交易。第4节，白镜诚信三位一体，至圣。至关至大，尊贵永更永远无替，何乐伊名无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为伫你保守，为保守。为保守的交易日。下面牧师会代表带咱来做个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听见约瑟的故事，伊毋是一个传奇，伊是咧见证上帝赐落5万梦想所带来改变。主啊，阮伫人生中间。也侪亲像约瑟所经历的灾难，总是主当阮看到5万伫国外主的时，侪苦难要变做祝福，侪的挑战要变做阮的磨练。我要成就上帝伫阮身上所做美好的工，就亲像约瑟后来成做宰相，约瑟伊救伊全家，会当存留伫世间。俾上帝啊，愿你互阮拄着较困难环境的时阵，会晓抬头仰目，
看主耶稣。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阮通过八甲塔合唱团，伫阮中间献出美好的歌声。阮求你保守，因要伫9月初3伫文化中心所举行的音乐会，求你互因通过这属灵生命的歌声，会当互最人得到属灵的造就，以及安慰甲快乐。阮求你保守，阮今仔日是政府所定阿公阿嬷的祭期，阮将每一位阿公阿嬷交托你的圣手。当伫现代台湾这个社会，侪阿公阿嬷拢享受长岁寿，总是因搁较需要的是上帝你的疼，以及囝儿孙的友好甲关心。求你互因享受到上帝你所互因美好伫晚年的生活，丰盛搁有快乐。主啊，阮也将教会的圣工交托出你的圣手，求你保守阮，无论是所要推动的培灵会，也是小组的讨论会，阮要推动的中保大道的事工，以及阮9月份开始推动的幸福小组，阮拢求上帝你亲自带领甲引带。别上帝，阮也特别将教会中拄着病痛、软弱、得医治疗的兄弟交托主。愿你的医治透棒临到伫因中间，互因有主你所互因迄个属灵的快乐甲愿望，因所接受的治疗拢有效果，重新恢复因的健康甲快乐。愿悲上帝赏赐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主你所带来的愿望，伫艰难的困境的中间，拢悠然看到愿望的火甲光。愿上帝施恩赐福，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伫咱奉献进前吼，特别咱要请今仔日咱八甲塔副社酒团的团长就是咱的穆迪牧师啦吼，伊要甲咱做一个分享介绍，了后咱才来做奉献甲报告。咱拍拍欢迎咱的穆迪牧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使来到咱富强教会来为着八甲塔府城合唱团的事工来到这个所在，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府城合唱团成立伫2002年，阮到今已经成立差不多3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阮真打拼，嘛真努力，就是讲起来，阮对这个合唱的事工来讲，阮真意爱，就是继续推广教会圣乐的事工。阮咱拢知影，即摆对了教会的圣歌队的事工有一直在随位，但是对阮来讲，圣歌队的事工、这合唱的事工是真重要。咱富阳教会，我相信咱旧年圣诞节的时阵，有咱的圣歌队甲正诗班甲这个弦乐团做伙伫圣诞节的时阵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圣诞的赞美礼拜。为什么我知影？因为迄时我坐伫顶悬。所以我对迄场的礼拜非常的感动。但是，伫一般的教会、正教会来讲，其实讲起来资源无遮尔多的时阵，圣歌队的事工确实是一直无法度好好的发展。所以对阮来讲，其实阮今仔日所献的4首的诗歌，第一首《You Be Like That》，这是较需要技巧的顶面的展现。所以对阮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对合唱团的训练。第二首是注点阮心内无惊吓自在，这对我大家来讲，就是讲一般的圣歌队拢会使来吟。第3首是主牵我手，其实讲起来，迄首歌敬拜赞美团嘛会使使用，因为是真简单的一个华语的诗歌，嘛有这个和声的编写。咱的敬拜赞美若是咧使用这种的诗歌，本身来讲嘛会提升敬拜赞美唱歌的一个技巧。最后，伫礼拜结束的时阵的电乐阿许罗夏，伊是一个真简单的2部轮唱曲，也是讲一般的圣歌队要来吟这种的诗歌，嘛是真好来处理。所以对阮来讲，伊无共款的诗歌来献诗，无共款的诗歌来推展的时阵，会使帮助教会音乐事工会使有无共款的这个看法吼。第一项就是讲，阮有真好协助训练教会圣歌队的事工，为什么呢？拄仔夏牧师有讲吼，阮的成员真侪拢是教会圣歌队的指挥，即圣歌队的队员，甚至有牧师甲牧师娘。为什么呢？因伫阮即个合唱团接受我们李建英老师的训练了后，到礼拜日的时阵，伊会倒转去到家己的教会来唱圣歌队，会使帮助圣歌队的
指挥，也是讲遮个成员吼，会使伫即个所在接受训练了后，搁一届帮衬着家己的教会。所以大概阮出来献诗的时阵，只有差不多一半的团员会使参加，因为大部分的团员拢爱转去到家己的教会来服侍。嘛，真感谢遮所有的团员吼，为着要来献诗，就要甲家己的教会特别请假才有法度来。第三项，阮是望讲诚做一个真专业的合唱团。阮望讲教会的合唱团、教会诗班嘛会使伫合唱界内底来做伙来拍拼。所以阮去年吼有参加，有举办几来的音乐会，吼嘛有参加音乐的比赛，拢有真好的遮个表现吼。所以对阮来讲，真重要就是讲，望会使互大家拢知影有一个合唱团伫台湾地区。所以，阮去年到今吼，其实讲起来，阮有真侪教会音乐的分享吼。阮有去咱南中的，就是亲像万华教会、嘉义教会，也是讲十二朝教会、天桥教会、德光教会，今仔日伫富强啊9月，搁要去北门，吼，阮就真好，为着咱长老教会做伙来宣传，并且吼，阮嘛有亲像去年吼，咱台湾灯会伫安平嘛。我嘛有接受台湾灯会的邀请吼，伫迄个主舞台的所在有一个音乐会，所以无论是伫教会内底，也是伫商演，阮拢有真好的参与，并且吼，阮去年嘛伫魏武营的表演厅，甲台中歌剧院的小剧场吼，阮甲屏东的雅歌音乐协会做伙举办音乐会，阮迄场音乐会真特别吼，一般咱听到咱教会诗班咧唱歌吼，可能较庄重一寡，但是阮迄届吼。听到弥撒曲，大家都肃然起敬，毋是啦，阮迄场弥撒曲是用爵士乐来唱，啊，佮搭配管乐团吼，非常特别。但是阮就想讲，因无共款的遮个曲风，会使甲大家来分享。最后就是咧，去年我有参加全国的社会组的合唱的比赛吼，感谢主吼，阮李建义老师真正是厉害，用3年的时间就将阮的混声组吼，阮摕到第1名，啊，女生组是第2名。为虾米阮会使有安尼的表现？就是讲，阮即个真大的心意，阮是为着上帝唱歌，就要将上好的献予上帝。无论是咧教会服侍，还是咧合唱界的遮个表演吼，阮拢是用真大的心，一直咧准备。所以伫遮嘛，搁一届咧邀请大家吼，伫9月初3暗时7点半，伫台南文化中心，我有举办一个一见钟情的年度音乐会。咧甲大家分享咧一见钟情的钟吼是金字边啦吼，毋是阮写毋着字啦吼，是因为阮即届音乐会特别甲首中团要合作，吼，就是阮跟寿山中会的道教会，因为真好的首中团，阮有做伙来用首中的方式来表演合唱的遮个曲目吼，并且阮有嘛邀请弦乐团甲阮做伙，就是为着要互遮个音乐会会使搁较丰富啦。啊，所以阮是一个售票的音乐会，是阮有3种的票价吼，300块、600块甲1000块，但是为着教会吼，阮600块甲1000块会拍8折啦，所以600块变480，啊1000块变800。上重要的是，阮有印刷吼真水的一个彩色的节目册，内底有阮的介绍，嘛有整个音乐会的歌词甲歌词的翻译。吼，因为阮所唱的歌吼有台语的。有拉丁文的，嘛有英文的，所以阮有望会使从遮个歌词，会使透过翻译，会使互大家知影阮到底咧唱啥物。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望大家会使来支持嘛，大家来为着阮台岛。所以上重要是吼，请拜托大家继续支持遮个音乐事工，因为伫即马合唱团的经营吼，阮背后没有任何特别的金主，也是企业甲阮 support， 所以一定就是透过正教会兄弟姊妹替阮祈祷，祈祷是阮上大的快乐，特别嘛为阮奉献。啊，因为阮是伫淡市遐文化局，阮是正式立案的团队，所以所有的奉献，阮拢会使开奉献证明互大家，就望大家会使来支持阮。啊，夜暝礼拜结束了后，我会伫1楼。吼，若是讲你对即场音乐会有兴趣，我会是1楼吼，你若有兴趣会使来甲我登记，讲你要几张票是偌侪钱的吼，我会马上登记。最后登记好势了，我会将票送来到教会，恁后礼拜就伫教会会使摕到票。吼，若是要偌侪钱吼，咱就麻烦教会甲阮斗3工一个吼，到时要安怎将票的钱，也是讲遮个票，咱才使好好的一个处理。吼，搁一届感谢富强教会牧师郑东刚。吼，今仔日，互阮八甲头虎声合唱团会起来到咱教会做伙来服侍，愿上帝祝福大家，真多谢。咱教会为着要甲因鼓励，而且嘛是甲因祝福吼。牧师代表教会一个奉献，互因咱也继续甲因关心。咱即个奉献来给咱的地牧师。
搁一遍呼吁啦，咱兄弟姊妹我的感受是讲合唱团毋是一个安尼一个单位啦，定我感觉咱的合唱团就是一个福音的单位，而且因对外咧演唱的时阵，会当互做一人通过音乐来认捌上帝，所以咱甲因当作是一个福音的事工啦吼。所以兄弟姊妹，你会当两个方法来甲因鼓励，来甲因祝福。第一个就是讲实际上来甲伊买票去听因演唱。有时一张票600块去食自助餐买袂起咧。但是呢，你去领受这个心灵的飨宴迄是超过物质的。你袂使买票来送你的朋友，讲来，我带你来听一场足精彩的演唱会所以呢，咱实际支持就是讲，咱等下礼拜煞伫迄1楼因有摆迄个档有迄个门票基本的300块若讲下尾较好的位600、1000打8折安尼当然，你若感觉讲认同因的即个理想咱为着因奉献，咱指名咱用奉献地写讲，我要为着因奉献。我的感受啦是讲，咱一直互人称呼讲，台湾的教会是一个俄罗的教会，逐个教会拢咧认真咧推动圣歌队贝壳塔，我相信因的理想就是讲，来推动台湾的整个敬拜，即个圣诗、吟诗、圣乐的一个提升，整做一个示范。因为各教会的优秀的同工拢伫即个所在，会互咱整个长老教会的敬拜、学乐甲圣乐会能够提升。所以请咱大家继续为着因代祷啦，互因迄天的演出拢真顺遂，用安尼甲咱做补偿甲报告。咱要请执事来主持奉献，来，咱请咱的师会。奉献，即时咱做伙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即时咱做伙献到周报最后一页，咱做伙来读本话金句，做伙来读。做囝儿的要顺服父母，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以父所书第6章第1节。报告第2页。后礼拜的主礼是申永顺老师，司礼是廖秋平技师。
其他的部分请同工家己注意。第四页，第一点，欢迎八甲塔府城合唱团今仔日伫本会献诗服侍，伫9月初3暗时7点半，伫台南文化中心嘛来举行一见钟情的音乐会，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第三点，嘉南会北部大专团契伫后礼拜8月31，两场下礼拜中要来举行诗歌的见证会，嘛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第四点，本会举行设教49周年的活动有足侪，第一是王武昌牧师的培灵会，伫9月10号。主日两场的礼拜中要邀请王牧师来主持培灵会。第二是长老教会小组事工的研讨会，嘛是伫9月14日下晡2点到6点，邀请王牧昌牧师甲陈建岳牧师主领。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会当扫描 QR code。也是小组长办公室来报名。第5点，第53期的中保大道复赛，报名到后礼拜8月31，邀请有感动的兄弟姊妹来报名参加。第9点，第2期的奖学金的申请，请有需要的学生家己来注意，其他的部分甲奉献的部分，请兄弟家己注意。书法班有一个报告，感谢主。2周的书法作品展示，感谢教会兄弟姊妹的支持甲关心，阁有奉献。一摆的会友义卖甲奉献总收入15560元，伫遮报告。嘛，请有购买的兄弟姊妹伫等下结束时。伫1楼的办公室来取件，谢谢，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伫咱中间，叫做田敬雄弟兄。田敬雄弟兄，请起来，我们让我们欢迎你啊！伊是太鲁阁中会伫花莲太鲁阁中会的文南教会，欢迎你来参加，谢谢你。当然，咱搁一遍说多谢吼。今日咱上侪新朋友就是咱的这个八角塔合唱团，咱搁一遍拍拍多谢因的服侍吼，多谢。因吼要留落来参加第2场的礼拜献诗了才离开啦吼。咱嘛请讲咱的同工吼，咱的同工是毋通请咱合唱团甲阮翕张合照好无？阮留落来做纪念，等下礼拜煞来到头前，阮搁甲恁翕张相。咱同工若有方便，拢会当来吼。我用来做补充，我来做补充1、2项就好吼。第一项就是拄则咱有讲咱的书法班吼，因举办迄个展览，嘛有义卖奉献啦。我有接到咱这个老师吼，叫做谢福龙老师吼，伊写《爱的真谛》的这个书法做真水的腔，讲用这个来奉献予教会，我特别伫这个所在甲伊说多谢，咱多谢书法班因的努力吼，因讲明年要搁展较大个安尼吼，咱这个会调伫咱教会来做布置吼，我搁做1、2项的补充，咱周末内底吼，就是讲咱这个。保罗牧区有要开设一个新的小组，叫做哈拿小组，特别是伫日时白天拜日9月初2就要开始聚会。咱欢迎第一，你暗时无方便参加小组的，欢迎来参加这组。第二，你未参加小组，你日时会当用1点半钟的时间来参加。咱若有意向来甲慈宝老师，也是甲咱的硕龙区长来甲报名吼。第二，咱嘛请咱继续为着。咱装修的工程吼，大概这个地下室吼，迄个教室已经会使用但是迄个便所拢还未修理好，所以都要搁过一段时间。咱也做伙为着这项事工来奉献，这是咱50几年的重要事工吼。咱
奖学金也开始咧申请啊。咱遮有合格，咱赶紧来提出申请。过来，咱要恭喜，就是咱的洪阳兄甲苏敏队长伊的查某囝吼，婕妤甲英琪弟兄，因伫顶礼拜先做伫台中结婚啦吼，但是要伫8月30即个拜六，倒来伫咱教会来举行即个归灵感恩礼拜。欢迎兄弟，你若时间会好势，欢迎你来参加，来甲因做祝福吼。咱本来是今仔日有要办即个异地祈祷会，因为咱时间较无够，所以要延到后礼拜吼。另外咱拜六吼，即礼拜拜六咱有第3场的礼拜吼，就是青年事工的礼拜。另外咱即个主日的爱餐主日的爱餐，因为咱地下室的整修吼，咱就暂停啦吼，暂停就等恢复主日落去地下室来聚会时阵咱才来恢复开始安尼。用安尼，甲恁做补充的报告，多谢。上营，即是请咱做伙来唱上营的诗歌386首，请大家起立。诗歌了后，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恩赐，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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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咱要甲他手团要唱电乐，才来结束。
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合唱团的服侍。今仔日是阿公阿嬷的节日啦吼，啊，咱无啥物特别的仪式，但是呢，咱兄弟甲咱隔壁做阿公阿嬷的讲，阿公阿嬷祝福满满，好无？来，甲咱向阿公阿嬷祝福一下。阿公阿嬷吼，邀我祝福满满。啊，咱请咱的这个长老、中级、小组长、副长拢来吼，咱来甲咱这合唱团翕张合照好无？来，咱请来头前一个，咱请陈刚来头前准备吼，来翕相。